後來鄉親啊，繼續要來看馬英九基金會風波，繼續來探燒。昨尾仔嘛，基金會發出條新聞稿，甲馬英九談話內容，講馬英九要求國安會前秘書長金溥聰等人趕緊來開記者會，說明着前執行長蕭旭炎廉政調查進度。也毋過新聞稿一出來了後，昨暗馬英九的太太甲大姊周美青甲這個馬依蘭馬上發出着聲明，講希望馬英九放下着公務，安享老年。結果下晡，基金會再度發出着馬英九的聲明，講這個周美青甲馬依蘭的聲明，事先並無經過馬英九本人的同意，馬英九是感覺意外甲遺憾。我上禮拜有接到馬總統的電話，其實是都有準備稿子，是念稿子的。透露親身接觸前總統馬英九所聽出，敢若是咧念無條準備好的文稿。三人調查小組的發言人李德維暗示，馬英九的身體敢若是有狀況。隨便寫的新聞稿蓋上馬英九基金會，然後就仿佛是馬總統的意思表示。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有很大的疑問。意思就是講，認為基金會對外新聞稿無代表馬英九的個人意志。若來看，昨暗時6點半左右，馬英九基金會閣再發聲明，指出馬英九佇咧董事會中攻擊李德維無出席21個會議，甚至進前已經下最後通牒，要寬限到27提出調查報告嘛，互拒絕。再來委託執行長戴嘉玲找律師協助調查金溥聰召開記者會來講真相。不過，佇咧同一日，特別暗時10點，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發出親身簽名的聲明，為着讓馬英九的醫療照顧安排妥當。了後對外發言，讓馬英九的大姊馬依蘭為主。那馬依蘭的聲明當中嘛表示，希望馬英九會當放下公務，真正來退休，享受人生。事實勝於雄辯，我想昨天包含周美青女士跟家屬都出來發表聲明，表示相關的健康確實是有疑義的。畢竟在財團法人法裡面，董事長的某些職權是沒有辦法委託任何一個人。目標上準金溥聰甲董事會化為基金會，才是上懸的決策機關。嘛愛金溥聰提出馬英九的委託書，若無要安怎講真相？那戴嘉玲表示，本會會尊重馬家的意見，關於後續的安排，攏會遵照馬董事長。過去常年擔任馬英九總統的幕僚，所以我相信周美青夫人跟馬依蘭大姐會把馬總統照顧得非常好。面對馬辦內部的風波，國民黨的家己人緊出來鬥講話，就驚演變做黨內的派系衝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